台南市有真好的海洋产业基础，真适合发展并且推广海洋的观光旅游。市府希望借由海上甲陆上的观光资源串联，让台南的游艇观光成为具有在地特色，进一步带动观光的产业效益。因此，将对9月2日起，连续4个周末假期，推出游艇的体验活动。今天非常高兴，我们台湾四面环海。事实上，大家都说要与海亲近，向海致敬。但是，怎么样亲近，怎么样致敬，事实上就从海上活动开始。所以呢，我们特别跟航港局以及台湾港务公司一起合作，来推广这个游艇游的活动。那总共有510个名额，虽然每个人要花一点小小的钱，但是我想这个钱绝对是许多倍的票价都值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搭着游艇出去，然后享受这个海上的风光，美丽的阳光，你就会忘去所有的烦恼。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，当然游艇的规定也要注意相关的一个规定跟条件，也注意自身的安全。所以呢，我们呼吁大家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游艇观光的活动，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台南。台南风平浪静，安平港的水文资料是最好的，是最平静的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南享受游艇之游的快乐。活动中除了有2条慢航的路线，一条慢航是港湾。另外一条慢游艇安平，民众只要开300块，就用体验这游艇。另外，还有游艇的驾训班，加着 SUP 独木舟的体验。欢迎有兴趣的民众，会用上粉丝专页来查看，或者报名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